镜头转转到国内，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进前有一个姓何的助理甲刑事强调，目前已经和北检羁押禁见。吴钊燮办公室是强调讲，只要有人涉犯统战，也是反背国家，就应该要受到制裁。 国民党中这查某人甲某仔揪来遮，好亲像今日媒体去翕到。检调侦办总统府强调案，为相关事件，阁查出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，伫担任外交部长的时阵，这个姓何的助理，好亲像甲外交部的机密资料提供予中共政治人员，在伊暗时去互羁押禁见。国民党立委徐嘉欣找到伫立法院质询的时阵，都已经讲出相关案情，不过认到外交部现任一个共名共姓上任文官，引起风波。提醒你还是要注意一下。 这都是因为有些资料是错误的，这都外交部提供，外交部网站上的。那你们外交部是不是要注意一下？很抱歉，当时因为我们也没有看过这个何仁杰长什么样子，所以从网络上面我们积极的去探寻，那只能在外交部的网站上面看到这个照片，所以就有了误植。在这方面，我还是觉得相当抱歉。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是，真的有何仁杰这一名共谍。 去互认唔对的外交部姓何员工，伊的家后伫社群平台表达强烈不满，除了放条要告，佮考生若是先生事业，敢来当地北地路开何家早餐店。徐嘉欣本人是搁再回息的，对家属后续的动作拢会尊重，嘛搁再声明，家己所讲的是真正有这个人。何姓助理自2018年2月进入外交部任职。 并于2024年4月离职。外交部在获悉相关案件资讯的第一时间，已移送政风处启动调查。对这代志，吴钊燮办公室表示无评论个案，强调任何人只要涉犯背弃国家、做出渗透还是统战行为，拢应该受到制裁，绝对公平公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